第9天，省察行為，歸向主。耶利米哀歌3章31至33節，第40節。主必不會永遠丟棄人，他雖然使人憂愁，卻必照着他豐盛的慈愛施憐憫，因為他心裏本不是要人受困苦，或是要世人受苦。我們要檢討和省察自己的行為，然後歸向耶和華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嘅旅程帶嚟咗痛苦同埋苦澀，儘管如此，更大嘅力量提振咗我哋嘅心靈。當我哋等候嘅時候，我哋唔係喺絕望當中，而係喺盼望當中等候。儘管黑夜漫長，你嘅憐憫每天都係新嘅，幫助我哋將心同埋手向你高舉。你係嗰位賜我哋盼望超越世上短暫苦難嘅神。阿門。